南投县客家的人口数占15%，第一届来出版属于南投在地故事的客语的绘本。除了用客语来编辑，阁会当扫 QR code 听这个录音，特别来举办新册发表会。南投县政府发表头一本的客语绘本，这是由台东来的彭穗玲老师指导15位新传师共同完成的，透过在地故事传承客家文化。这个速读的这样的一种文化，也就是说那种长篇大论有时候呢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看。这本客语绘本分作4个小故事，除了有创作者亲身的经验，嘛有一寡创意，讲起着客家美食、921大地震后的重生、囡仔时代趣味代志，以及甲布农族文化对话。所以是有加了魔法的感觉哦。那个蒸笼一打开，哇，客家的米线清香饮哦，就是非常吸引人的客家米线。县政府希望这摆绘本的创作会使丰富南投县客语的学习教材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